哪去当个车了？这那么什么，通通他没的。叫了对不晓得，谁个谁了掉了？你我是去大陆去要，啥子这是啥子哪去？像我这来想，这个小车子啥这样什么来的？他这个用来的干嘛？喝出来就俺们晓得什么。这到家嘛就等于俺没来这里这啥这样嘛，这这边。俺这到的嘛，人家第啥？这俺那当然可就在里。呀，干啥呢？俺烧个桥的嘛，上烧不烧干？三ton去给我，拉进了这当上嘛，你来上的啥？他不给我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